善的循环，一个帮助一个，一个帮助一个。照顾街，哦，照顾街，有钱人好。接受伊的帮助，伊嘛足欢喜的，叫迄个小姐手机也袂记了，溜落下嘛，甲接回家己，嘛袂家己甲接回，佮家己讲，啊，你个电话无行，哦，手机啊，手机啊，足重要，而且靠近企业去。啊，这小姐看着边啊，人生安尼拢有迄个家庭咧和乐，啊，结果遐一个孤单的妈妈拢无人，看人安尼有家庭的亲情，总欢喜嘛，要一送咧送迄个妈妈，啊，送伊，啊，伊会总欢喜用人送伊花，因为家己孤单一个人，送伊一束花。哦，感人啊！送伊一束花会总欢喜的，安尼过母亲节的日。很感人啊！啊，送这个人白花看着伊安尼嘛送伊一束花。哎嘿，很感啊，这人。个妈妈伊足欢喜的，伊是啊，是感觉哎，这人服务做好，嘛放1000块的小费做吧，放小费哦，这个，啊，这个人呢，到尾啊哪来做看哦，伊看着路边咧做工课的工人，足辛苦的，流汗，伫路边咧做，伊就倒一杯茶，来请这个工人啉，这个工人就是第一个有囡仔迄个伊个，这个囡仔偌做伊家牵起来变第一个，有无？所以看，咱这世事安尼，生一个转来，就是转来家己家己的幸福生活，对不对啊？是。讲咱的人生吼，所以咱要打动他啦吼，因为咱咧做善事啊，就是帮助咱家己，行善要及时，帮助别人就是咧帮助咱家己，对不对啊？当下随缘为善，爱的循环回到自身。延伸的力量，社会是会愈来愈好，愈来愈水，就无迄种正能量。怨妒啦，啊，逐个伫遐吼，你要生这，我要生那啦，你要爱我，我要爱。增加正能量。所以讲，有当时咱讲件小小的代志，你扶一个人过马路，啊，你开过马路，咱就无会无我咧叫啥物路无对对，但是伊受咱安尼带过马路了，伊心内，所以讲受人帮助，咱嘛爱有感恩的心啦。哦，啊，咱帮助人，咱是无求啥物回报的，哦，无求啥物回报，安尼小一寡小故事啊，小影片啊，咱大家做伙分享，啊，咱嘛会当甲即种遮尔咱好的故事，咱常常囡仔常常咱来咱讲这故事互听，对无？大家互相，咱传达一个好的讯息，好的物件，啊，咱就是嘛做传达咱的囝仔认识者，安尼，好无？啊，现在时间吼，咱小课啦吼，无要后尾画图，下晡，人咧就陈经理就因内第几个查某囝咧教安亲班迄个啊，恁查某囝有一个咧教安亲班的，咧教毛笔字的迄个，伊寄付一箱画图纸，啊，搁迄个蜡笔，讲要互人学生食一本，嘿，啊伊讲吼，叫恁写名片，即本就是记录咱的。所有的点点滴滴，所以我们讲，咱下晡，咱小想一下。好啦，我来啦，你今仔问我要来。好。很受欢迎的哦。哎呦。记得在搞怀念嘛，要怀念。嘿。记得那个相见不如怀念。
嘿嘿，啦，开玩笑啦。哦，那个，咱之前想一个，看咱今都有啥物趣味的代志，哦，讲咱细汉，咱有想做啥物的代志，咱唔免用讲的，咱会当用笔来画出来。这本就是咱的记录，也是甚至咱伫遮咱发生啥物代志，咱感受到啥物代志，咱嘛通记录落来。这本就是你的纪念册呢，这本是记录咱一世人的纪念册。吼，我要甲你这本当做咱的家己的纪念册，啊，咱我要甲伊画，好咱甲伊点缀，吼，互伊变足水的一本图画，吼，咱留一个足好的纪念，安尼对无？啊，下晡较咱画，进行互咱自由活动。哇，好棒哦！啊，画的时阵咱先用铅笔，莫一本啊就用迄彩色的落去，彩色的落去你要糊糊袂起来。吼，先用铅笔甲你想要画物件甲画出来了，咱再用彩色笔甲涂颜色，安尼。阿爸。哦，要搞，哦，再搞，哦。安尼会当。伟昂啊，袂歹。我帮伊讲互你听啊。哦，伟昂啊，袂歹。哦，谢谢，啊，谢谢老师哦。哦，陈老师水讲的比较错了，在讲老祖了。优秀，来到校园爱心活动，帮忙老菩萨班，来读经，来讲故事，还会帮忙做按摩推摩，按摩推拿，经络养生呢，优秀，慈善爱的循环。